根据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对2016年开始，针对全国22个县市所进行的永续环境施政表现评比，同时嘛是要看首长环保政见落实的情形。结果，台南市已经连续2档摕下优等 A 级，2021年度竟是全国第一。对此，黄市长表示，将以相关的指标继续鞭策家己。台南毕竟是一个古都。那所以说面积幅员又很辽阔，大概是台北市的9倍大，因此呢，环境的维护，坦白讲，在有限的人力上还是非常吃力。那幸好是很多市民朋友们跟志工的投入，还有加上一些绿色能源的加持，所以大家会觉得比较好。不过环盟里面还是点出有几个点，我们现在需要特别注意的，所以说我们会把这环盟所提出的点，该改善了，尽全力来改善，希望让台南市的环境会做得更好，然后让市民朋友会感觉到这样子对这样子的生态永续的努力，让市民朋友们看得到。每条进一步表示，环境保护联盟的评比项目真有，包括有水接供回收、地下水整治、空气品质维护等无容易看起的工程，拢爱公开接受检验。不过，有信心维持高分。特别总统已经宣誓，2050年将达成净零碳排目标，所以包括再生能源、绿色运输、甲资源永续等方向，拢是伊后一年施政的重点。台湾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